来镜头山登的台湾，伫个云林的北港有一对做麻油的兄弟，因为真配合着乌克兰捍卫国家的精神，决定来发起着义卖。只要民众买因兜的麻油，就甲卖麻油的钱捐予乌克兰，买一日募到30万块为止。 工作人员伫切麻油桶啊，准备要卖，这大细罐拢有买义卖，并且将锁定要捐予乌克兰的人。最近伫云林北港的麻油老店，头家姓陈的兄弟啊，因为真配合乌克兰保护国家的精神，决定发起义卖。只要民众买因的麻油，就将锁定拢要寄付予乌克兰。很有爱心，然后别的国家需要帮助，就帮助他们。然后以后如果我们有危难的话，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来帮助我。就恁两个吼，个人才捐3000安尼个啦。准备隔壁啊，纷纷买麻油响应，个人一摆银6000块要挺义卖活动。讲说要帮助他们，就像我们之前帮助日本，他们后来也有帮助我们一样。虽然不求他们回报啦，可是至少我们就是出一份力。 头家讲，义卖活动会持续募到30万为止，目前已经先家己提钱出来，捐30万到外交部赈灾专户，希望讲用行动出钱出力，挺乌克兰的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